聚会，大家平安。即阵咱来看的信息吼，信息61首，性非上帝向体验。咱来有3个的歌词，咱来分首，性非上帝向体验。是某真济，咱一个回应诗，魔术经这条时光吼，咱准备来唱。咱来赶快嘛是来吟3个的歌词，请听过一遍。
你看，这大家平安，是礼拜要开始，咱做用乐乐感谢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耶和华有恩惠、怜悯，无快快受气，活大有慈爱。耶和华，你找所做的，要感谢你，你成个百姓，也要学乐你。这是咱做伙来迎接阿拉上帝，圣诗第61首，圣杯上帝仰天顶，圣诗第61首，圣杯上帝仰天顶，咱就请咱起立来领受。
再来启应上帝的话，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10篇，是诗篇96篇，启应文第10篇。恁着用耶和华唱新的歌，着用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伊个放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因为耶和华做歌，应该是大的乐。因为列邦的上帝拢是虚假。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百姓中的合作啊，因着将冠冕荣光归乎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耶和华。就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放在中间就讲，世界天国为着当，愿天欢喜地快乐，愿参参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因为伊来了，要照公义审判世界。咱三甲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大恩典，阮众兄弟姊妹大的福分，来到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因为你是唯一的真神，你是创造一切万物的主，是宇宙的统治者。阮伫你的面前就其威势，实在袂算是啥物，但是阮确信受主你的恩典的拣选。对你的主名来归属你，甲阮伫将来会因为主耶稣基督永远是伫地顶，完全的救赎的恩膏，阮有机会进入主你永远的国。在比外面遐个也毋捌主你，遐个灵魂失丧的人，这是主上帝伊对阮特别的引领甲恩典。阮假使搁用阮一生的信仰来服侍你，来含护教育，所以阮所有来到主你面前的来敬拜你的人，阮应该爱用。谦卑顺服，感谢和乐的心来见主你的面。是主，我们和乐感谢你。但是亲爱的主，阮的心内面，阮时常祈祷，透过主你进入阮的心中，成做阮生命的主。阮时常日子，要仰望学习主耶稣温仁爱、谦卑顺服的款式，来成做主你所欢喜的百姓。但是因为阮自古骄傲。依到伫阮内心深处的至圣所，大概是阮的自我，是主上的意。比如说，你拍破阮公义的心甲自我，拍破阮心中的自我，流浪阮的心，拍开阮的心门，互主你进入阮心中至圣所，互主你做阮生命中每一个人的主。阮的信仰是因为甲主相结连来得到重生，做新创造的人。做一个圣洁、合主用的器具，互你做成。天父上帝，伫即个后疫情的时代，外在的环境时常在变化，是阮的心时常充满着惊吓甲不安。对生活中各种的挑战甲压力，阮常常无气力来应付。亲爱的主，我要将伫你的道路甲困境，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你互阮凭着信心，仰望跟对你。你做阮的瓦靠，也伫阮头前的来带路。阮会通经历你的信息，也受你丰盛的应允。天父上帝，阮也要将阮周报所牵中，或者需要关心来带到，无论是伫咧带医手术，还是咧化疗的，还是伫厝内咧疗养的，拢交托伫你的手中。由你怜悯看顾伊，你的腿、你的管扶持因，坚固因的心，伫稳定中。平安的来仰望，互因早日获得健康。今日阮的教会有咧庆祝母亲节，求主你祝福阮在座每一母亲，有勇健的身体，有喜乐的心，智慧也要用基督的真理来教育子女，互阮做子女的也要用基督的听，是阮的本分，孝敬阮的父母，来缔造一个基督化美满的家庭，主欢喜。
我打从今仔日的礼拜，强调主理的事情，恳求圣神你安静阮的心，为阮的耳目，来领受你话语的话，所以阮属灵的秘密，只是阮也要用你所教导阮的主导文来祈祷。阮的你的名字，你的手祷，你的接济平安，你的心情你，阮的事情来下在阮的福，下在我的。别传你自己，如果让你的看，你高高你更高的手，来到这里。咱再来享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新约约翰福音19章25、19、27节，新约约翰福音19章25、19、27节。请记我来念。平天可能做假的时，家己耶稣是伫隔边有伊的老母，甲伊的老母的姊妹，就犹巴的某玛利亚，甲别大家的玛利亚。耶稣看见老母甲所疼的学生，家己边头。就对老母讲：“老母啊，看伊的囝。”啊，对学生讲：“看伊的老母。”对迄时，迄个学生直接移到家己的家。圣经读到遮，今日下早的敬赞美，咱教会要请咱上古水上可爱的主日的小朋友来到大家敬来赞美。要唱的歌是《妈妈有你真好》。
就是咱要请本堂的牧师来证道。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看伊的母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一个带个带领，来互阮会当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伫今仔日来过一个母亲节。我相信母亲节咱逐年咧过，逐年伫遐咧纪念。我相信嘛，有做兄弟姊妹当透过母亲节，咱教会的传统啦吼，我毋知这是毋是真正传统，但是咱都会看到即个母亲节顶悬有甲即个花吼。即个花有分白色甲红色，我相信咱大概拢知影即个花的意义是啥物。无论安怎，我相信嘛，咱在座兄弟姊妹会当透过今仔日咱即个特别的日子，多唤起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对伫无一定啦，吼是咱的母亲，也是讲咱的时代的一款的纪念甲怀念、孝念。咱透过今仔日牧师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多一遍来思考伊属灵的意义，咱要安怎用正做一个人。好，请来大家头来祈祷。听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想使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有一位母亲，伫世间的年纪关顾阮、照顾阮，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来透过。今仔日即个特别的日子，互阮拢会当有上帝你会听到阮三角里底，帮助阮兄弟姊妹透过即段经文，耶稣伫定死时嘅进程所讲的这话，帮助阮来纪念主耶稣的名，讲留互主耶稣给我性命，阿免。看你的母亲，看你的老母，今仔日母亲节，当然伫遮。感谢所有的母亲辛劳的付出，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母亲甲勇气真有关系，一个要成出一个母亲，伊是需要真侪的勇气，是毋是？对伫囡仔伫拄出世，咱知即个出世的时阵，有的老母、有的母亲会过一种紧张的生活，所以会致到讲，有的老母、有的母亲都有迄款。这个产后忧郁症就走出来。我相信在座每一个母亲，咱无在较讲捌有即款的经历，囡仔幼婴拄出世，遮尔嫩，毋知要安怎顾，毋知要安怎洗身躯。我会记第一摆，阮将阮的囝对病医抱转来厝里，第一摆为伊洗身躯的，毋是阮无顺，是阮的妈妈啦迄阵阮拄搁伫阮家教会。我会记印象真深，第一摆抱转来，伊遐洗身躯。搁来两个我甲有孙女母甲规个即个胡萝卜拢全泡沫啊。所以这是会当伫即个过程中间，咱就会当看到一个母亲咧照顾囡仔的迄个过程，母亲甲勇气，母亲甲目屎，拢真正有侪伫遮的关联。所以咱咧幼稚囝儿4岁的过程中间，咱正做一个母亲。咱需要面对真侪的挑战，真侪的艰苦。往时咱有勇气，迄个勇气的背后是啥？是目屎，是毋是？勇气的背后是目屎。所以有当时啊，咱看到咱所听的遮个囝儿4岁，慢慢过每一个成长的阶段，那是无简单。所以牧师搁一遍向在座在做老母的母亲。搁一遍讲，一摆母亲节，咱真正会当快乐。若是敢今仔日有的人可能今仔日毋免煮饭啊有，敢今仔日尔较可惜咯。是毋茫讲咱搁较开阔的心来看。今仔日咱讲到的经文内面有讲到，即个耶稣的妈妈，伊徛伫个世界的岸，伫遐伊亲眼看到伊的囝。无做，互人挂伫个定死伫世界顶悬，迄火咧滴咧流，一步一步迈向迄个死亡。亲爱的兄弟姊妹，你敢会当体会到玛利亚即款的心情？
踮伫台骹下骹，看到耶稣伊的囝伫遐互钉死伫十字架。所以，无输迄个受即个刑罚的即个囝受刑的受刑人即款。所以伫十字架顶悬的即个耶稣，伊伫十字架顶悬有讲真侪话，对毋对？几句话？七句七句话。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都讲着啥？看你的母亲，看你的老母。第三句所以透过即句话，看你的老母，今仔日咱做阵来学习上面的功课。伫母亲节的时间，咱嘛同款会当来学习看你的老母。即句话，咱诚做一个真好的契机。一开始，咱来看。牧师有伫真久之前看到一个真勇敢的女性的故事，伊叫做徐啦徐英瑞即个母亲的故事，伊是台南人，伊咧做一个狗病的生意，伫遮伊千辛万苦。伊美国的所，毋是美国委内瑞拉的所在，伫遐找伊的查某囝，要甲伊做伙啦，要甲伊补一个身躯，要甲补一个。所以，伊伫委内瑞拉的机场，因为伊带迄个违禁品啦，其实迄是中药包啦，但是委内瑞拉的遮个海关毋知影，所以伫遐。逮捕，所以有啲人真紧张，伫遐甲即个语言袂通的即个查缉人员伫遐解说讲，迄毋是，迄是啥？迄是中药啦，迄是中药，要来炖鸡，炖即个鸡，炖鸡腿，嫁互即个委内瑞拉的所在的查某囝做袂来啦，补身躯的啦。即个阿嬷从来毋捌出国过，所以英语无效，家己一个人。旅行三天，3个国家伫遐飞去，安尼飞32000多公里，心内面就是伫遐挂念伊疼的查某囝。所以这伊比较分别，内面伫遐，用即个因查某囝嘛甲做好笔记，讲你倒一句爱甲些人讲倒一句。这我要在洛杉矶附近有朋友在外接我，还是讲请带我去旅行。下骹拢有英文甲这应该是西班牙语，3款语言。这个阿嬷妈妈真用心啦真感动啦。迄需要啥？现在你因为一个人安尼去去迄个所在。当伊拄着迄个困难时，无拍算，拄好一个记者，伫遐看到伫咧即个机场看到即个富人人，即个富人人喺机场看到，迄个记者就甲听讲伊的故事，哇！迄个记者听了目屎就流落来，伊就转来甲台湾以后就写即个故事。内阁有一间即个分行，就甲伊拍去。咱来看，咱即摆来看即个故事。一个老妇人因为携带违禁品，在委内瑞拉机场被拘捕了。他是一个台湾人，没有人认识他。
他告诉他们，这是一包中药材，他是来这里炖鸡汤给你们补身体的。他女儿刚生产完，他们有好几年没见了。蔡英妹，63岁，第一次出国，不会英文，没有人陪伴，一个人独自飞行3天，3个国家，32000公里。他是怎么做到的？好，谢谢。毋是为着即个银行广告啦吼，即摆嘛有即间银行啊。我毋知呢，即摆你看即部影片了后，你有啥物款的感受？像遐海关，我印象足深，就是遐海关的眼神吼，本来是真安尼对伊想讲伊是贩毒集团。来知影伊的故事了后吼，你看海关的面孔一个拢改变吼。所以一个母亲，伊会当为着查某囝为着孙，走遮尔远的所在，去甲遐找。所以这是一个当然这真实的故事吼，伫台南的即个妇人来，而且伫顶当时吼，差不多2007年的故事。所以10几年前的故事，伫今仔日咱搁一遍来看。我相信兄弟姊妹，你应该有真深的感动甲感受。这就是咱的母亲，勇敢、坚定。我相信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特别在座的母亲，你嘛会当有一款的过程。我相信每一个母亲，伫即个过程中间，当然毋是讲咱坐无人机到真远的所在，伫迄个过程，伫咱即个幼稚才会囝儿4岁。要请养因大汉的过程中间，一定流过真侪的目屎，一定有真侪的勇气。就敢若像是今仔日咱看即段经文内面，玛利亚伊有真大的勇气，勇敢的母亲玛利亚。当咱今仔日看到即段经文内面咧讲到，几点要甲兄弟姊妹说来分享。这相信嘛是咱一个做母亲咧经历的过程。头一个，伊徛伫十字架边仔。玛利亚伫圣经的记载，圣经的记载内面，伫约翰福音19章25节，安尼记载讲，徛伫耶稣十字架边仔的有伊的母亲，就是玛利亚，伊的母亲。所以玛利亚徛伫十字架下面。伊亲眼看到伊的囝安怎断开，讲正断开，这需要真大勇气啊！是毋是，亲爱兄弟姊妹？所以在早伫耶稣咧出世之前，玛利亚就表现出伊的勇气，因为对边仔的人眼光来看，玛利亚是啥？还未结婚就怀孕安尼，
迄巴肚愈来愈大，啊，咱就会当通体会着讲，咱若厝边头尾，咱就知一个无结婚，啊，当然伫即个现代即个时代，咱讲已经将这看做无啥物尔。但是伫当时迄个年代，咱就会当通知影一个还未结婚的查甫妇人伫遐怀孕，查某人伫遐怀孕，伫遐肚一工咧大，所以伊必须透过领受信心，因带领受，伊领受了，伊知影伊爱做的事，所以伫即个徛伫个世界边啊，伫遐咧等待，虽讲伊可能知影伊的囝会死，但是伊必须爱安尼有勇气的定力。这是头一个，互咱看到玛利亚的勇气。而且第二个，互咱看到的就是被人质疑的勇气。所以咱就会当看到今仔日，咱看到即个知影即个玛利亚是还未结婚就怀孕。其实对伫咱即个时代来讲，加减嘛是会互人质疑啦吼，袂讲完全讲也无要紧，会互人质疑无简单的一件事。所以，何况伫个迄个几若千年之前，玛利亚迄个时代的律法，其实是有性命的危险。连伊的未婚夫约瑟嘛，对伊来怀疑。伫马太福音第1章18节、19节记载，讲即个玛利亚已经娶配要准备要嫁互约瑟，但是还未过娶。玛利亚对信心怀孕，伊的丈夫约瑟是一个异人，无愿意伫遐来将伫遐命令伫遐来即个吞达，所以想要暗甲伊安怎收掉。所以未婚生囝，而且伊愿意顺汉信心伫遐怀孕，耶稣甲生落来。其实这需要真大的勇气、信心，亲爱的兄弟姊妹。过来，咱看到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伊冒险来甲生落来了后，开始爱去面对一件代志，政治的迫害。咱知影希律王下令将2岁以下的查甫婴仔拢爱杀掉，所以玛利亚为着要活命，伊甲伊的先生约瑟，带着还搁在做未来的耶稣，伫遐前往埃及的所在，闪避家乡离开迄个所在，诚做一个难民啊！咱讲政治难民。所以，伫马太福音第2章13节到14节嘛，安尼记载讲，因去了后，有主的使者约瑟来显现，讲起来，带囡仔甲伊的老母前往埃及的所在，带伫迄个所在，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王要找即个细囝，要来甲cứu灭，约瑟伊就起来，带伊的囡仔甲即个玛利亚前往埃及的所在。马太福音第2章13节、14节有安尼记载。所以这嘛需要真多的勇气。伊会当其实找一个所在藏起来，但是因想无法度，一定爱安怎逃走。这是两个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的，而且咱就看到伊的心气场。约瑟甲玛利亚，当耶稣渐渐在大汉，伊带遵照律法，带即个红婴仔要去到耶路撒冷的所在，伫圣殿内面要将后生即个长子耶稣奉献给上帝。即个时阵有一个人叫做西面，伊来甲玛利亚讲，伊讲你的心会被刺插。罗讲迄第2章34节，原来记载西面甲伊祝福，佮对囡仔的母亲玛利亚讲，即个囡仔要互设立起来，要叫以色列百姓中间有真侪人会跋倒，要有真侪人兴起，佮要做诽谤的话，真侪人的心内面意念就走出来、显露出来，你家己的心嘛要受刀伫遐来割。所以玛利亚听到即句话，家己的心嘛要因为耶稣的原因，所以伫遐伊听到这个话，一定是真艰苦。所以玛利亚迄个心是安怎？是伫
耶稣成长的过程中间，伊其实是真顺服的，真安静的，但是伊的心是有真侪会受伤。亲爱的姊妹，当咱咧养饲咱的囝儿4岁的过程中间，我相信咱嘛捌经历过即款的过程。而且，当耶稣渐渐大汉的过程中间，伊满12岁，耶稣是一个青少年啊。玛利亚要带着囡仔去甲圣殿伫遐来献祭。即边玛利亚发现讲，细汉的耶稣，细汉的时阵拢诚听话，但是渐渐开始咧大汉的过程中间，咱有发现无？就敢若亲像咱的青少年共款，开始就会开始甲你应话啊。会开始甲你讲，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开始有家己的想法，无搁对咱的父母伫遐比较顺坦顺服。所以我相信这是咱正做父母会经历的过程。囡仔开始有家己的主观的意见的时阵，无搁完全听话，这个时阵的父母真正是足为难，毋知要安怎处理囝儿4岁青春期的问题。一直到最后。咱看到今年的耶稣的活动是怎样？好不容易耶稣长大，过了迄个青春期，好不容易咱的囝儿4岁，过了迄个青春期，迄个亲子的状态是毋是会改变？我相信咱拢捌经历过。当囡仔愈来愈大汉，愈来愈独立的时阵，伊咧面对的、咧处理的代志，就愈来愈多。特别是遐个真聪明的遐个囡仔，有成就的遐个囡仔，生活愈来愈无用。本来伫咧咱母亲边仔，伫遐咱看会到，后来高中了后，甚至是来到大学了后，以咱来讲，就是有人考试，即个大学上东部的学校，东部的学校，已经无伫咧咱南口的所在。无伫咱的所在，伫遐，因为即个囡仔大汉了后，伊有家己的理想，生活开始嘛足无用，可能甲咱的父母讲几句话的时间拢无。所以伫路加福音第8章19、35，耶稣到逐所在去遐传福音有耶稣伫遐训练门徒，耶稣其实真无用，有太侪人要来听耶稣伫遐来讲话，伫遐教师教导。比如讲，耶稣的母亲要看到耶稣一面讲话拢无简单啊，拢无有时间。路加福音第8章19、35有记载讲，耶稣的母亲甲伊兄弟来了后，因为人伤济，无法度去甲耶稣的面头前。你看，耶稣伫咧当时咧传福音的过程真正无用，就是做传道人是共款我就想着讲是啥？我会记得我差不多即个高中以后读新学院，应该讲读新学院以后，厝内面的联系就愈来愈无遐密切。虽讲我的老爸老母因拢是当即个牧师娘，所以因嘛足无闲。我伫学校的生活，教会的实习，伫遐工作各方面。较是有影，我着咧回想即个过程中间，所以有人讲牧师囝就是大好甲大歹。亲爱的姊妹，我相信咱咧养饲囝儿4岁的过程中间，捌拄过即6款的过程。有时啊，你徛伫迄个所在，看着你的囝儿伫遐，因伫十字路口咧徘徊，你想要甲救一个？嘛无法度，你着远远看伫伊伫迄个所在，着徛伫迄个所在，毋知要安怎。有阵时啊，咱看到咱咧养饲的过程中间，互人指指点点。有阵时啊，咱想要离开迄个凶恶的环境。有阵时啊，咱的心甲咱的囝儿有得较冤家，有太过有侪的冲突。有时啊，咱经历着因少年的即个经历过，有时啊，到最后迄个互动渐离开所愿，到最后是过年过节，啊，转来厝里看一遍。
电话有拄时啊嘛敲袂通，即嘛兄弟姊妹，当然咱拢会讲，即个时代、即个社会咧转变，愈来愈侪个家庭其实嘛，伫咧即个过程中间，渐死落。感谢天父上帝，咱知影耶稣来到即个世间，上重要的使命是啥物？拯救已经下面。所以耶稣伫十字架顶悬讲迄七句话，至少咱若详细来看，有三句甲伊的使命有关系。所以伊一再咧讲，这是伊的使命。另外两句是甲即个使命无关系我喙干，我渴了我喙干。代表耶稣被钉十字架顶悬，伊承受真大的苦楚。互人真感动的是，耶稣伫十字架顶悬即个苦楚，永远伊无袂记哩一件事，伊真烦恼，伊真担心伊的母亲要安怎用托付，互伊会当相信的人。所以耶稣真伫意讲，伊离开了后，年纪渐大的母亲，伊的生活要安怎样甲照顾？咱来学习，透过即段经节内面，咱看到属灵的，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即个故事内面咧甲咱讲啥物？一幅图是一个法国的绘图家，叫做 James Titus。即个法国的绘图家真特别，咱安尼一看就知影，这是对啥物角度看。通常咱看耶稣红顶十字架，拢是啥？拢是看到十字架几支？三支对。若较大幅的三支。若较细幅的一支，耶稣就顶伫遐。咱拢去咱下骹看去，但是即个James 伊安怎？伊真特别，即个绘图家伊为耶稣的眼光看落来，耶稣的眼光看落来，所以看袂到十字架。咱来看卖，咱来看卖。这个是活着的马利亚，伊挖问耶稣同经，我咧想，这个应该是马利亚，这应该是伊的姊妹，这些拢是陪伴伊的。再来，这可能是文书，这是。这顶顶看就知倒来就遮个耶稣的学生，甚至我搁找可能咱会当看卖这个约翰在应该嘛是伫顶台面顶悬但是我还没有办法看得出来是倒一个。这幅图我毋知是毋是真出名，但是这幅图真特别，规顶悬看落来。规定管耶稣的时代比较多，所以咱会当看到耶稣要离开这个世间，对世界往下看，伊内面所看到影像，伫绘图内面，咱拄则看到讲爱伊的这个活着点的玛利亚，煞接就是十字架中迄个所在有耶稣的母亲，伊的妹妹，这个。格林巴的格林巴的太太同这个叶文图内面拢伫迄个所在，所以这个绘图家真特别伫咧人甲十字架的中间留一寡空白的所在，要互咱家己想你是毋是伫咧迄个所在。但是咱嘛看到一寡。看闹热，我相信愈外口的看闹热的，但是咱有发现一件代志无？玛利亚边仔有人陪看无？有人陪看，毋是伊家己一个徛伫迄个所在。所以陪伴伫玛利亚身边的，就是支持伊的啥？伊的团契，
支持伊个啥？伊个小组嘛。伫即个小可的即摆图内面，即支持伊个人拢徛伫伊个边仔伫遐。我就想着讲，咱人生难免会有拄着困难的时刻，咱毋知要安怎经过迄个困难的时站，需要别人的辅助，需要别人的陪伴，需要别人的支持。所以，亲爱的姊妹，咱若平常时无参与伫小组内面的时阵，团结内面的时阵，咱干若礼拜日出现伫即个所在的时阵，咱就做礼拜，咱听到你了后，就离开啊。无熟悉说人嘛无熟悉你。就敢若亲像咱是一个独行侠共款，家己一个人独来独往。当然，那是个性的问题，但是有拄时啊久啊，你嘛是需要朋友啊，你嘛是需要真正关心你的人。所以，当咱面对即个问题，真倒咧承受的时阵，咱无咧家己一个的时阵，咱敢会当家己即个喙齿紧咬含撑着，若撑不过就过去啊。所以咱看到是一个下骹的即个玛利亚，并毋是安尼。即摆弟兄们，伫迄个真艰苦的时刻，我毋知影是毋是咱真正会当去想象迄个玛利亚的心情是安怎样。当伊面对着遮尔艰苦的挑战的时阵，伊毋是安尼，有一群人，咱讲小组嘛吼，遮就是一个小组，有一群人伫遐来陪伴伊，来支持伊。约翰福音19章25节，今仔日咱看到的经文内面，就是安尼会记载，平顶果然做假事，徛伫耶稣是伫边，有伊的老母甲伊的老母的姊妹，结流巴的某即个某玛利亚，以及约达勒的玛利亚，25节有安尼的记载。所以即8回、即8图中间的人。咱就会当去看到，有遮个人甲伊相做伙。最后，耶稣吩咐伊的学生，要将啥？要将母亲交代予伊。所以，当甲耶稣的母亲伫徛伫咧十字架下骹的时阵，耶稣开始吩咐约翰爱好好照顾。其实嘛，有兄弟姊妹，耶稣嘛有兄弟姊妹呢。为什么耶稣无家己的母亲交托互遮个兄弟姊妹照顾？有拄时啊，咱会当来想，会真好来想想。虽讲有血缘的关系，但是安怎无一定同疼老母。所以会当真正互是大人真好的照顾的，就是真正有迄个疼心的人。所以耶稣无甲母亲交托互厝内面的兄弟姊妹，反倒转是交托互即个门徒。所以耶稣甲照顾母亲的责任交托互伊同爱伊的门徒。所以咱会当想象，当咱有一天渐年纪大的时阵，或者是讲咱的兄弟姊妹，咱是少年的兄弟姊妹，咱嘛爱想象咱的老爸老母渐年纪要大的时阵，你要安怎样来对待咱遮年纪大的老爸老母？有一个母亲伫写着一句话，互伊的囝，甲讲真做年纪老大或者的父母，对囡仔的期待其实无真多。伊讲这是阮真做年纪大的老爸老母的心愿。我甲互兄弟姊妹听，伊讲当阮同心爱囡仔，当你有一天发现阮年老啊，软正软弱啊，先啊，请有耐心伫遐来了解阮。当阮咧食饭。弄得一团乱的时阵，阮无法度甲家己的衫穿好势的时阵，请包容阮。会记你以前，阮用真侪时间甲恁饲、甲恁穿衫。即使当阮向恁讲话的时阵，伫遐一直讲共款的话的时阵，请毋通打断我们，请听阮讲话。因为当你还佫细汉的时阵，阮常常咧讲共款的故事互恁听。1000遍、10000遍，一直到恁要困的时阵为止。当我无想要洗身躯的时阵，请毋通骂阮，也是蕊骂阮。请你会记哩，阮捌伫咧你后面约恁，叫恁去洗身躯，但是你有1000万种的理由借口，
阮也是需要设法，互你来说清楚。当你看到阮无了解新的科技的时阵，请帮助阮漫游在那个网络的世界。阮捌教你安怎真侪个代志，教你安怎食健康的食物，教你安怎好好啊践踏家己，要安怎争取家己的权利。当阮有拄时啊失去迄个记忆的时阵，也是袂记阮讲话的内容的时阵，请互阮真充分的时间伫遐来回想。即使阮也是记袂起来，且毋通神经紧张，因为当中的代志，并毋是阮讲话的内容，是会当甲你做阵做伙，而且你愿意听我讲话。有拄时阮无想要食物件，请毋通勉强阮。阮知影啥物时阵要食，啥物时阵无爱食。当阮两只骹阮无相调袂了的时阵，阮必须爱外靠碗仔才会当行路的时阵，请同阮扶一下。就敢若亲像阮捌有过你同款。当你开始踏出迄个即个软正的第一步的时阵，阮安尼甲你扶。即使有一天阮甲你讲，阮真无茫不继续活落去的时阵，阮真茫会当死去的时阵，请毋通受气。将来有一天你就会当清楚知影，请你了解。当阮到某一个年纪的时阵，我的生活甲你有真大的不共，我的想法也甲你有真无共。你有一天会了解。虽讲阮定定会犯错，阮一直要将上好的互你，我嘛努力为你来开路。请你毋通感受到悲伤、受气、见笑。当阮甲你咧徛做伙的时阵，贴近你的时候，请你会当来了解阮，帮助阮。就敢若亲像你细汉的时阵，我对你所做的同款，请帮助阮行路，请帮助阮有尊严来经过阮最后的时刻。阮所对你所求的，不过是，请你给我一个微笑，心满意足的听。当阮离开世界的时阵，我真希望你会当永远会记伫祈祷内面来纪念阮，阮会回报你一个微笑，无限的疼，对你的疼永远伫我的心里。孩子们啊，我们爱你，也想讲爱你的爸爸妈妈。这张纸的内容，我感触想真多吼，因为老师伫即阵特别是即阵应该是讲对2月份到即嘛，嘛看到咱教会真侪遮个兄弟姊妹的生活，甲厝内面的人的活动，甚至有时啊伫病院、病床内面，就看到咱遮个时代，安怎用咧顾遮个囝，安怎用咧顾遮个囝儿4岁，遮个囝儿4岁态度的反应，咱兄弟姊妹有拄时啊。是影伫即个特别的时刻，我毋知影咱是毋是真正了解耶稣的妈妈。咱搁一遍看到即幅图的时阵，你会想到啥物？那是无简单，人一生中间，特别咱看到今仔日，全世界拢在庆祝母亲节，但是愈来愈商业化的即个过程。帮助咱只有伫教会内面，咱才会当真正有遮个属灵的发展性甲思考。即摆人的家庭人口真简单，要照顾遮个年老的父母实在是无简单。感谢上帝，咱的教会有开始咧做遮个年长的事工，并毋是讲咱要照顾啥物款，但是最重要的是。咱是毋是会当唤起咱每一位兄弟姊妹，除了咱关心青少年的事工、老人的事工、年长者的事工，其实嘛需要。当然，这有真侪的咩角角，咱需要调整，咱需要有新的眼光，咱搁较需要有啥？有天国的观念，这真重要。咱即阵若无有天国的观念，像耶稣伫今仔日。经文内面，咱看到耶稣其实就是天国文化的即个观念，真清楚甲伊的学生讲，毋是伊的遮个同亲的兄弟姊妹讲，甲
伊个学生讲，你尤其，你带我的母亲。所以即个头前迄句，我牧师就无讲出来，牧师无用迄10个平仄，头前迄句就是看你的囝，看你的老母，做即款的回应。耶稣将无熟悉的两方伫遐安怎，伫遐来谈心。即个兄弟姊妹，这是咱会当做信用谈心嘛？毋茫咱真正会当伫母亲节的过程中间，有搁较侪的兄弟姊妹嘛，唤起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伫个咱在过母亲节的时阵，我当然我知影，伫等下礼拜刷了后，咱拢会真欢喜，等于到厝内面，无得较咱伫一个餐厅，无得较伫厝内面，无得较有做真侪母亲节的活动。咱的青少年嘛有做，等一个伫后面有一个较惊喜的即个母亲节的活动，要互在座所有的母亲，毋是安尼过就过去，毋茫，咱透过今仔一段的评赞，看起来虽然有一点沉闷，但是。咱会当好好反省，咱甲时代的关系，咱甲咱的母亲的关系，咱甲咱的天父的关系是啥物款？愿主祝福帮助咱，请大家好的。今仔最后说，我感谢你，你伫定伫时界顶悬的时，要断开的时，你永远会记得托付人来照顾你的母亲。在伫母亲节的时刻，互阮搁一遍伫遐来思考，家己甲阮的老爸老母，或者是年长的长辈，彼此中间的迄个关系，由你帮助阮，互阮会当通知影要安怎用疼心来款待阮的父母。在阮真较无当家己面对困难，也是做袂到的时阵，有时阮会当对伫教会兄弟姊妹的支持甲帮助。你教咱会当彼此成做一个搁较大、搁较有疼心的家庭，阮决定要彼此相疼。但是阮有咱软弱、有软者话不足，恳求信心来帮助阮，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透过今仔日这个真特别的日子，做好来思考，阮甲厝内面的关系，以及家己的关系，愿主帮助阮。感恩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回应，咱来今回应的诗歌，咱用圣诗第432首，母早带囝儿，圣诗432首，母早带囝儿，来回应今仔日的信息。咱一起来听从。来
是我来报告，请咱举报。第一也是礼拜小组，大家小组的礼拜，咱请咱举报。当讲事项的部分，请咱后礼拜学师咱讲来注意，学师来。如果人数较方便，请咱家己看。即摆咱来做关心咱教会重要的消息。今仔日是母亲节，祝咱在座每一位母亲身体健康，厝的稳定满满。礼拜煞，青少年嘛准备金沙巧克力要互每一位妈妈。啊，伊嘛真用心伫咱教会后边，要准备一个活动，要互妈妈欢喜。咱等一个聚会煞，邀请各位妈妈做伙来陪同来参加。2点，后主日是玉山新华医医疗主任阮洪新牧师，要代表学校来分会请安报告，哪位学校事工提供所需要的经费来代表。第3点，葡萄树小组已经开始每礼拜下晡1点半到3点半举行田园小组地点伫田福会馆，今年的主题是 Lost and Found， 失去甲找着。欢迎邀请咱身边以前的朋友做伙来参加。第4点，本会敬拜团对于6月到8月在主办吉他、贝斯、爵士鼓的基础训练课程，明日有盼，欢迎有兴趣的听者踊跃来报名。报名咱会当用敬拜团的团长赵子祥以及其他的敬拜团的团员团员。第5点。社会决议，咱人口教会要来支持基督精兵下杯缅甸海外宣教事工，也要伫遮邀请兄弟姊妹做伙来参加伫5月27。即礼拜六上午10点，要伫台湾的新南医礼拜堂举行的讲服，主夫妇才开到缅甸宣教的感恩礼拜，请咱来公布嘛，教会来准备前往车辆的安排。第6点，然后兄弟也未提到奉献证明，包括去年圣诞爱无限，请咱来用干事来提。第7点，家长升中班每礼拜二上午9点半到12点来开班上课，请把握机会，欢迎家长做伙来先奖。要报名请用黄文乡传道来报名。第8点，教会每一个月拢会印一份纸本的代表会，请兄弟照个人需要，咱教会有提供印出来的纸本、电子档，啊，搁有寄批的方式，请咱来到后边的公告栏来感谢。第9点补充报告，咱今仔日有甲一位真用会今仔日同志，等者咱若礼拜三，咱会同下落来放伫咧后边的交代个有关内底。回收，咱回到后边，咱继续看。关怀代表的部分，在家调养的像这有谢惠美、陈玉珠、黄文香、林晨清、赖建志、张大宝、林建志、林德修、郑明霞、罗金斌、徐建庭、林敏珠、苏明宇。方言的部分，曾文德、姚卫新、李希敏、黄登展的弟兄。白许秀英、林长青、马来基。我们的报告内底小表后面请来讲在来提出。今日在书要补充报告。好，咱在座吼，即个时阵在座的妈妈吼，请咱起立一下，咱兄弟姊妹搁一遍拍鼓啊，大家祝福来做妈妈。好，咱大家做一个简单祈祷，听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互阮会当伫世间有一位妈妈，而且来照顾、扶持、带领阮。感谢你的上帝，你嘛赏赐在座所有的妈妈、母亲，拢会当有健康的身躯，真好灵性的信仰，来培育阮的下一代。嘛，互阮彼此中间会当真做真水个好的小组团体，互相照顾，彼此。家内面的，搁一遍祝福阮在座所有的妈妈健康的身躯，感恩恳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谢谢。
咱等一个结束了后，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会当摕一个鸡卵糕，摕一个鸡卵糕。特别妈妈都会当摕一粒金沙，你毋是你爸爸都袂当摕啦，你若讲我生煎母子，嘛会当摕，无问题，都你上好。既然做来今仔日约翰福音19章13，耶稣看圣诗508首，伊个万邦万国吧。圣诗508首，伊个万邦万国。他第一全首，所请元素来做。对即时到因世来无尽，阿门。
蛋来后面吼，加一个蛋糕吼，一个蛋糕，他们切这边再来一个金沙，金沙。妈妈可以拿一颗金沙，旗下里面有准备金沙，然后当妈妈的可以拿一颗金沙，然后后面有。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蛋糕，小蛋糕，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蛋糕，然后妈妈可以拿一个金沙。蛋糕每一个人都有，然后妈妈可以再多拿一个金沙。打一声招呼啊！我有够。蛋糕每一个人都有，然后当妈妈的有一个金沙。妈妈才有金沙哦，旗下每个人大家准备金沙，然后蛋糕是每一个人都有，庆祝季节。如果已经拿了，也可以从前面的门出去。假扮我在谁？